白飯係日本料理中嘅主角之一，要煮到口感 Q 彈嘅日本米，其實一啲都唔難㗎。睇下啲飯幾 Q 彈鬆軟。我依家就用煮好咗嘅日本產月光米嚟整三色稻荷壽司，加上唔同嘅餡料，為傳統嘅腐皮壽司添加新意。咁我哋呢個三色稻荷壽司咧就大功告成啦！用咗日本產米整成嘅醋飯 ，Q 彈又有黏性，無論係稻荷壽司，抑或係其他家常菜，都好適合一家大細一齊輕鬆整，大家都一齊試下啦！